面临西螺高中附近的一条巷啊，有一间卖肉鸡面的，卖30年了。因为用料实在，而且好食，俗个大碗，是真侪在地人拢为细汉食到大汉。 小火卖肉鸡面，搁含一寡咸椒啊、乌醋，是一顿真赞的早顿。西螺高中附近巷仔内面档，大家拢有真侪学生上班族来这食面。很便宜，然后又很好吃。刚刚看你点了3碗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帮同学。我和朋友买，老板娘好，有时候都会帮忙加肉。食材头家人客拢会叫头家面费，伊对30年前就开始做。 即马一天至少会使卖200碗以上，常常早起7、8点就全部卖了了。无要起价原因，就是因为要回馈咱这小朋友，对国小、国中，甚至即马的高中，甲即马带某生囝拢来甲咱交关。伫上班上课之前，会使食到用料实在肉鸡面，得到满满的活力。若想要食的民众，就要较早来的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